今日早收工，踩住 Brompton 去影島，從南浦站樂天百貨出口，橫過影島接橋，沿海邊，走到影島個篤篤，就係今日目的地，玻璃咖啡屋。其實沿途都有好多小餐廳同咖啡店，有時間絕對可以一試，邊走邊影下相，同埋路線有唔少爬坡路段，記住踩要預45分鐘。終於到啦，90%玻璃外牆，海景冇死角，壓力一掃空。如果平時生活壓力大，海景都舒緩唔到，試下呢度嘅亡命飛索啊，驚一驚，你咩都唔記得晒啦。呢度除咗咖啡、特飲外，當然唔少得烘焙麵包同蛋糕啦。今日我揀咗杯 Signature 香橙奶油拿鐵，比傳統香橙更濃，多了一抹奶油香滑口感，可以一試。